就話有病人咧喺埋單嗰陣嘅費用咧比預算啊高咗成6至7萬，咁就醫院咧就話費用係由醫生決定，咁但係醫生就話個費用係由醫療集團去決定嘅咁啊，最終咧呢一個情況都係病人冇辦法咧係討回嗰個嘅差額啦。另外啦，成日都話私家醫院咧係咪可以多啲套餐式嘅收費咁？但係套餐究竟係包啲咩咧？或者套餐嘅收費嘅做法係咪都有一啲唔同咧？喺唔同嘅醫院嗰度咁話喺13間嘅私家醫院入邊咧，有7間係提供其中6種或者以下嘅治療套餐式收費啦。咁啊，個別有一間嘅私家醫院咧就提供最高有成26種嘅治療醫療嘅套餐，不過亦都有一間只係提供2種嘅即係治療嘅醫療套餐，即係咁。整體嚟講，點睇呢啲情況？1872311，1872311，有伍先生打上嚟嘅，早晨。早晨，我覺得除咗你哋講嗰個即係收費價目表嘅問題咧，仲有情形咧就係我諗大家都應該遇到，因為有一次我啲舊同學食飯咧，佢就同我講，佢有次咧要去做一啲檢查或者係即係小嘅手術啦。咁因為佢要確保咧嗰個即係 claim 得到啊，咁佢就問個保險經紀，即係究竟有冇啲咩醫生建議啊咁樣，咁啊跟住根據佢建議去見嗰個醫生嘅。咁佢發覺咧個醫生咧就話知道係你係邊個介紹嚟啊咁樣，即係好即係將嗰個保險經理都睇得好重要咁樣嘅，即係好似大哥咁樣。咁我就懷疑喺中間咧，其實會唔會有啲咧係牽涉到一啲即係不法嘅即係回佣啊？咁即係會唔會有可能有啲醫療界人士去俾翻回佣呢啲保險業嘅中介咧？因為你咁嘅問題咧，其實產生到咧就係個保險費咧就會係咁即係無端端就會高咗噶嘛。因為嗱，其實咧有個好重要嘅問題咧，香港好多公營嘅機構咧，佢又唔係政府啊，咁佢有啲團體保險嘅。咁你使嘅錢咧係公帑，咁你係今年就好似話攣得緊啲啫。如果以前可能佢批得好鬆，因為呢個團體保險呢個僱員保險係即係所謂市價噶嘛，即係啲醫療係我哋跟個 market price。呢個 market price 其實有可能咧根本係頭先我講嘅成咧，其實 jack up 咗得好犀利，譬如 jack up 咗。如果唔係點解你話會有啲醫院會話如果你唔係保險公司介紹嚟，我就打個7折啫。即係入邊咧會唔會真係2-3成咧？其實係呢啲咁樣嘅，甚至係不法嘅行為咧，去推高咗個成本。因為你如果推高咗個成本咧，唔係淨係私營醫療問題，因為佢咧就會去搶個公營醫療嘅人咯。咁你公營醫療你話想控制個成本，咁你人才就俾佢搶走咗，跟住你咪唯有又要加人，你先可以拉到人咯。即係總之有個互為影響啊。伍生就係呢個情況，不過佢懷疑啫，即係佢嗰個即係有咁嘅即係估計，會唔會係涉及背後一啲頭先佢提到啦，啲不法情況或者去到回佣啦等等，不過都係懷疑嘅情況啦。咁1872311，而家休息一陣先。